好啦，乡亲啊，过来这是溪头好声音的活动，今年第4年来举办。今年因为疫情，所以控制人数，来参加的民众嘛爱专程挂喙罨，表演者嘛拢做过体检，要让民众走入去森林，吸收到芬多精，来欣赏到当年好听的民歌。伫溪头青年活动中心举办的溪头好声音月光音乐嘉年华活动，已经连续第4年，渐渐变成六国溪头地区重要的庆典活动。今年音乐会甲演过无同款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讲有控制人数。享受音乐的一个疗愈，身体的疗愈，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放松心情，能够疏解我们的身心。主办单位希望讲以多元的活动平台推动各项公益性的活动，好活动唔那是休闲尔，更加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特性。音乐带给我们心灵更好的一个舒缓我们的心灵。回想到我们那个年代，所以就会非常的嗨。透过森林艺文活动，传达音乐甲人的连结、人的健康，并且提振社会经济活动。